好啦，乡亲朋友，歇困过后啊，转到夫妻来节目界现场8月號空天來報道，研究下來關心到，空天嘅話題，今日講到係太長嘅問題，唔知鄉親朋友對呢個問題自家平時要去注意到冇？呢個空天嘅問題要時時去關心，時時去注意下，唔好講無要無見，用講真實嘅上班下問題來就當麻煩嘅，都有為了提倡鄉親朋友可能上都有為你愛繼續來老嚴重都過來搶救人嘅問題咧你頭先其實有講到嘅就係講太重鏡嘅一個檢查咧咩有講到一個淋肉人參肉，就係我講到一個息肉嘛一下也有一種一個圖一般的息肉看起來就係也按樣嘅一個情形係冇，一係韓國卡電影鏡。就一般我們看起來，就是你做內視鏡的時候，大概看起來是這個樣子嘛？對對對，在內視鏡看起來，那個息肉呢，大概就是一個突出在這個腸黏膜外面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圓狀的，另外長出來的。對對對，它就是另外長出在腸黏膜的表面的一個東西。看起來就像在圖片上所看到的。所以我們就是透過剛剛說的這個電刀，我們把它內視鏡直接把它處理掉。當然，你剛剛有提到說，有些狀況我們可以直接做處理，有些狀況我們不能直接做處理的嘛。比如說可能他的狀況比較嚴重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處理，就是必須要先做切片檢查。對，切片檢查，把這個切片結果送去化驗，確定它是不好的東西，那可能就是要去做進一步手術的治療。好，也就可以講到要檢查的時間啦。那比如說像那種發炎的狀況，有時候可能腸子裡面有一些發炎的狀況，發炎的狀況需要特別去注意它嗎？對對，如果說你做大腸鏡的時候，發現腸子裡面有這個潰瘍或是這個發炎的現象，對，那當然就是要去做內科藥物的控制。那通常我們會從這個發炎的位置去做一些切片的檢查，來確定它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存在。發炎的這個部位可能也要去做一些切片的檢查，相關的檢查都會一併來做，Q 下來做嘅好，講到一個太重鏡頭先醫生有提到嘅會吃到下都唔爽，估數呢也下有人做嘅唔會痛嘅，唔會切嘅一個檢查啦也所來唔會痛嘅當然做吃到做體嚟就冇相關，唔過一個太重鏡做體嚟過後人講嘅上班下某個事情都有一定會副作用嘛，畢竟我們說大腸鏡是一個把異物放到身體裡面那它一定會有一些不舒服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我們要注意的部分不舒服的感覺大概多久會就是算是不見，大概要多久的時間？對，通常一般的狀況是只要檢查完之後應該10分鐘到半個鐘頭內它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就慢慢就會，以及在排氣之後，因為在做大腸鏡的時候我們會打一些空氣到腸子裡面去，所以病人會覺得脹脹的，肚子會按用中的，對對對，那這種狀況可能在10分鐘到30分鐘內就慢慢就緩解了。檢查體咧，10分鐘到30分鐘，也嘅就問題就會解決咧。對，因為通常在做大腸鏡，我們會給他做一些鎮定劑的注射，所以做完之後可能會覺得比較頭暈，覺得頭腦會紅，然後會覺得肚子脹。那通常會讓他在旁邊休息一陣子，等到這些症狀都消失了，才會讓病人離開。那如果有其他的，對其他的，譬如說他回去之後發現他又再繼續出血，或者突然間肚子非常的痛，那種痛是非常的激烈的疼痛，那可能就有可能是出血，或者可能是腸子穿孔。做大腸鏡大概有1/1000到3%的機會，1/1000到3%真是很有可能啦。對，有可能會造成腸子穿孔，那它都會有症狀啦。就有這種症狀的時候，你不要忽略它，覺得它是不是大腸一般的做完之後都會有常有的現象。也是就要驚心的話，就是突然間它痛得非常厲害，那這種痛是可能沒辦法忍受的。你知道這時候呢，你就不要客氣，不要猶豫。就趕快回到醫院的急診室，去跟醫師再做確認，是不是腸子穿孔？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做手術的這個縫合，那就沒有問題。
这种机会是有，但是不高。所以但是还是要提醒，如果做完大肠镜有这种出血或是腹痛这种比较厉害的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急诊室，或者跟你的医师联络，让做进一步的确认这样子。然后也哈医生讲到，有的唔顺爽的感觉吼，几个时间短的时间之内吼，就会恢复嘞，就恢复嘅就冇问题嘞。唔过呢，迄讲也个肚子痛，也系讲有出血嘅吼，也说急急哦，急转到医院去急诊吼，帮医生来做处理哦吼，也做係所以来吼来提倡向亲朋友嘅。嗰生下来咧吼，你讲到藥掉啊吼，預防啦，然後保險吼，其實係一定重要嘅吼。頭先因講到嘅就係食藥嘅紅肉啦吼，紅肉啊吼，或者是動物性脂肪吼，動物性嘅油類藥掉，你它會促到藥嘅太重啦。按樣做，很多朋友講嘅食材啊，吼吃素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是不是吃素的朋友比較不會有大腸癌的問題？對，就是說吃素，我們當然就是說他如果都是吃高纖維的蔬菜啊，或是水果啊，或是這些這個堅果類的東西呢，事實上是可以減少癌症的發生，但是呢，它不是100%，不是說我吃素我就不會發生大腸癌，所以這個觀念也是要跟各位觀眾要分享，就是說我們還是雖然我是吃素的，但是還是有可能會發生大腸癌的機會。所以講食材來講，食材年紀嘅比例來講，較大啲嘅，唔過唔係講完全都冇啦，係講有家族史的話就有可能。對。那我們剛提到的高纖食物哦，可能很多朋友覺得我多吃纖維質，那這些問題就不見了。但是纖維質有非常多多種嘛，吼，有較適合嘅，吼，從亞位有來有種思考咯，從亞豆就係較適合來食嘅，係冇？對，就是說，像這個高纖食物，但最我們要怎麼去做選擇？對，就像五穀類的話，是麥片啊、大麥啊這些的食物是最適合的這個高纖的食物。像蔬菜的話呢，就是蔬菜哈，對，牛蒡，對不對？還有木耳、香菇、這個秋葵這些東西，或者說是像水果類的話呢，就是香蕉啊，或是芭樂啊，或是百香果這些水果呢，實際上都含有很高的這個纖維素，我們可以去多的是選用，那就可以，就是說這些高纖維的東西就是我們大便的基質，有這些東西呢就可以促進腸壁的蠕動，那我們腸子的蠕動正常，那這些有害的物質跟我們腸壁接觸的機會就會減少，那就可以減少將來發生癌症的這個風險，所以我想還是要多鼓勵我們的聽眾朋友呢，就是要多吃高纖維的食物，然後呢，平常要養成正確的這個運動習慣。大概食類部分就是高纖維的食物，可以有補充嘛，哈，補充正確的運動習慣呀。對，每天有固定的運動習慣跟正確的運動習慣不太一樣哦。對，就是說每天要有固定，然後非常適合的運動習慣。比如說，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但是你的運動就是要持之以恆，而且要適當，就配合你自己身體的狀況，然後去維持一個長期固定、非常有效的一個運動方式。就是在一般的建議裡面呢，就是每天要30分鐘的運動時間，比如說快走，或是慢跑，或是游泳，或是做健行這樣的方式，讓自己保持在一個這個時常在運動的狀況，我想運動才是一個預防癌症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運動，好，水分的補充，正常的作息，還有剛剛提到的高纖維的這個補充哦，也都係預防癌症來講，算係較好嘅一個方法，較正確嘅方法。然後講到亞位可能鄉親朋友就會想講，也個癌症也下來講吼，大腸癌係大體熱吼，也個。之前有講到了，內癌啊，那些白牙前幾秒哈，也很害熊哈，來問他嚴重哈，就是我們剛提到了這個癌症，大腸癌是第一，那前4名的話，現在目前是？對，就是說我們政府現在在推行的4大癌症的篩選，除了大腸癌之外呢，就是口腔癌，然後還有乳癌跟子宮頸癌，
我想这是说我们大肠癌、口腔癌、乳癌跟子宫颈癌，这是目前国家在推行的4大癌症的筛选。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是适当的年纪，譬如说口腔癌就30岁以上，你有抽烟、嚼槟榔，或者说是我们的妇女朋友呢，就有高危险群，或者说你的年纪呢是在30岁以上，定期去做一个筛检。那我们的大肠癌的话，它的定期筛检时间是50岁到75岁。是我们50岁到75岁有一个成年人有一个免费的，对，政府就是每2年提供一次免费的癌症筛选，2年潜血的这个筛选，对，就是免费的，而且是可以在任何的诊所或是医院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只要适合这样的年龄，应该都可以去到医院或诊所去要求去做这样的筛选。对，刚才提到过，非常有效而且方便、简单，然后可以早期发现我们的大肠癌的存在。古时候也哈医生来讲到的前视太癌症公证式的按照优雅嘅算起来免费嘅一个体检免费体检嘅咨询来讲，像前面有去医院啊，也系诊所也系讲问他，也系扫描查应该啦，代替做查到头先讲到2年1擺嘅胎蟲癌嘅一個檢查，就係講分片嘅詳細檢查，2年1擺50歲到75歲係50前嘅都有位來提倡嘅鄉親朋友咯，講身體唔調和，可以本醫生看咯，自家康健，自家來照顧咯，咁每當時謝謝陳院長來到 NEA 節目嘅現場，安子